眨下眼又1年咯。係啊，2025年即將過去，2026年將會係馬車退出江湖、徹底退出香港娛樂圈嘅最後1年啦。咁啊，希望同大家最後共度埋最後呢1年嘅時光。咁2025年12月31號呢個除夕夜晚，咁啊去邊度玩好呢？尖沙咀有冇華人逼人？蘭桂坊群魔亂舞不知所謂，官賓悶到閪咁啊！依家廟街叫雞啊！好啦，作為天水圍代表性嘅人物，天水圍嘅傳奇人物，我諗唔到呢一個除夕夜我唔留喺天水圍同大家歡度一齊迎接新1年嘅理由咯。所以我諗住，喂，與其出去同人哋逼，不如我哋天水圍呢班係嘛各位弟兄姊妹們、靚仔靚女們一齊天水圍共度呢一個除夕夜，好嘛？我好想留喺天水圍同大家一齊去倒數。咁啊，約定你哋好唔好啊？2025年12月31號晚上嘅11點鐘，我哋喺邊度？我哋喺邊度集合好啊？銀座廣場定係天秀墟啊？揾一個地標性嘅地方，我覺得要先可以好有意思咁樣凝聚一班人。天秀墟好唔好？天秀墟公園，天秀墟公園 OK 喎。天秀墟好多平時好多大媽喺度跳廣場舞嗰度咯，即係遊樂場過啲嗰個位係嘛？嗰個位會唔會係一個比較可以，即係大家到時可以一齊唱下歌、跳下舞，俾我一個表演嘅機會喺嗰度係嘛？會唔會好玩啲咧？咁就咁啦，好嘛？11點鐘，除夕夜晚係啦，就11點鐘，我哋喺呢個天秀墟嗰度見面，歡迎各位我嘅支持者、我嘅粉絲朋友們、我嘅天水圍各位街坊，係咪？你哋如果想一睹我嘅風采，想同我一齊迎接2026年嘅話，咁啊大家天秀墟見啦嚇，咁啊希望天水圍人一齊加油。天水圍唔係悲情城市，天水圍係快樂之都，因為有我天水圍墮天地獄獸林馬車。我希望我喺最後生命嘅呢2-3年啦，因為我有末期胃癌，所以我好快死其實。咁我希望能夠盡自己生命最後嘅光輝，帶多啲歡樂正能量俾各位天水圍嘅街坊。我亦都希望大家各位天水圍人一齊加油，天水圍加油嚇！唔好衰俾人睇嚇，唔係住港島嗰啲啊、半山嗰啲啊特別高貴㗎，我哋天水圍人係嘛一樣掂啊！咁啊都係啦。我知道其實我喺天水圍有好多好仰慕我嘅男女粉絲啦，咁我知道你哋仰慕咗我好耐，咁所以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去到時去揾我盡訴心中情啦，或者如果你想去攞我簽名亦都得，到時會直播噶啦，除夕夜晚11點鐘係啦，天秀墟嗰個公園嗰個跳廣場舞嗰個廣場。我好想去召集大家一齊可以去跳唱播住 IDG Bubble 嗰首《超級愛》。如果有40-50人一齊喺度，永遠再不需要任何人耶！超級愛，超級愛，超可愛耶！超想愛，超想愛，超戀愛耶！星星愛，花朵愛，心早已開，你就似一個海，沉迷下去到恨愛。我好想大家一齊去跳唱呢一首歌，一齊去拍一條短嘅視頻，一齊拍一個 MV。咁我哋一齊，如果有幾個男仔又好，女仔又好啦，同我一齊組一個組合，唔係 IDG Bubble， 係 Magic Bubble， 係啦。咁到時希望見到你哋啦，希望我唔使孤零零自己個硬膠膠咁樣喺度，
望住個天空喺度倒數啦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哎呀，2025年又過去啦，2026年啊，得我自己一條友，好嘛？一齊倒數，一齊食宵夜，一齊飲酒。呢一隻酒叫做見到馬車，真係開心到唔想走。多謝。